咱来听故事。有够无聊的啦！哦，哪会遮无聊啊？惊死有胶纸！原来是碰石球哦！拢阿哥啦，用了拢无爱藏好。对啊，有胶纸！阿哥！虾米？家纸伫对？你写笑啥？家纸伫对啊？哥，你有够好笑的啦！伫对咧？家纸走去啊！走去啊！全世界的家纸拢嘛知影阿哥的厉害。妮妮上惊家纸。啊，这鸡卵糕看起来超好食的，嘿！有家纸！家长，等位，家长你等位，走去啊啦！有家纸！有够趣味的啦！啊！有家纸！你等位，你等位！飞起来，飞起来啊！顶管，顶管！下卡，倒手柄，将手柄！飞起来啊！阿公，家长！我来呀！阿公，有家长！交互我。阿公想水开啊！你是有在笑啥啦？你让我骗去啊啦！根本就无家纸。阿哥无爱插你啊！啊！来，妮行，阿哥带你去食你上喜的鸡卵糕。我咧，你啊，无要紧，我嘛会当家己一个人伫咧厝内底食饼。什么声啊？无啊。是阿公你来踹我！阿公，有家纸，世界大只的家纸。甲你的饼给我，我就予你10秒硫酸。互你，拢互你。1、2、3。5秒就好啊！阿公救命啊！